我要跟各位莲友们来分享，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内心当中充满着仇恨的人，有嗔恨心的众生，一定要修慈悲观。有一位在台北某个公司上班的女居士，在她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呢，主管要她接手某某同事的工作，但那一位被调职的同事呢，却认为这一位新来的侵占了他自己原先的职位，因此心中非常不满呐。所以在业务交接的时候呢，对他百般的刁难。更不幸的是，两人又必须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面朝夕相处啊。这一位女居士呢，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羞辱啊，感到很难过。起初还升起了报复的念头，但由于对佛教很坚定的信念，她马上就自我反省了。我是佛教徒呢，怎么可以跟一般人一样以牙还牙呢？怎么可以以毒攻毒的报复心来对付人家呢？不应该啊！因此，他就在每天早晚课之后呢，以佛前忏悔，说这一位同事啊，会对我态度如此不友善，也许是因为他误认我侵占他的职位了。由于嫉妒心而生出那种嗔恨心，虽然我以真诚心来对待他，但是他还是不能接受我的友谊，可能是我前世曾经跟他结个恶缘吧。希望我将此诵经念佛的功德，能够化解我跟他之间的恶缘。然后他每天在上班期间，总是试着用最诚恳、最友善的态度，在适当的时机去关心他、慰问他。好比冬天冷了啦，就提醒他多穿衣服；生病了，特别去关怀他；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主动的替他打点帮忙。如此经过了半年，那一位同事终于被他诚恳、友善、和蔼的态度感动了，就逐渐有所转变，觉悟到自己以前的无知，真是错怪好人啦。从此两人就成为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要用慈悲观来化解嗔恨心啊，这是在经典上面佛陀常常教导我们佛弟子对治逆境现前的一种方法。当真诚的慈悲心力行久了以后，自然能够化解我们与众生累劫以来的怨结。我们刚刚提到的故事当中的这位居士真正做到了，缘起来的时候就是修行的时候啊。你听了一大堆道理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但是遇到逆境现前，嗔恨的习气就起来了，一副那种谁敢惹我，一定要让他吃不完兜着走，这种气势总要比谁的脾气大。这样难道是一个学佛的修行人吗？所以我们正在往学佛的路上在走啊。遇到逆境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常做慈悲观，行忍辱波罗蜜，才能够化解嗔恚的习性。所以古人说啊，智慧无障碍啊，慈悲无敌人啊。能进入慈悲三昧，当下就没有嗔恨心了。我们没有嗔恨心，能解脱自己，也能成就别人，化解彼此之间没有必要的仇恨对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用慈悲来对待一切众生。佛陀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了。别人如何的伤害他，如何的侮辱他，对他采取不利的手段，佛陀从来都不报复，而且反而用慈悲心来度化他。我们是佛的弟子，佛跟我们交代，一定要跟众生结善缘。我们一定要记到，我们有前世有今生。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？说不定我前世也对别人如此啊！所以我们深感惭愧，更应该要包容、尊重，能够原谅对方，而且想办法来回向给他。这样化解彼此之间没有必要的这些误会。今天我们用这个公案来给各位大家报告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